来看台南的中老社区申请社区营造计划，互时代家己做红仔编剧本，可用无记搬在地故事，透过戏剧优惠舞蹈等艺术创作，展现本土文化温度。那或者时代有一个舞台，也互人看到社区的生命力。两支棍仔一道灯光，台顶在咧上演的是民国62年社区的传奇故事。剧情咧讲，一个人变身躯，后来煞差一点仔互掠去台，落尾躯流目屎。表演的是中老社区平均70岁时代，不论是红仔剧本拢用家己来，连戏出背景的配音拢用全台语来录，规出戏同款真有办势，嘛展现传统技艺生命力。真实的故事，去甲演。演了后豆豆一直改进，改进到尾就感觉佫袂歹。这拢阮家己做的，然后阮家己上色的安尼啊，系啊，做好耍的啊，尤其是阮若来遮上课大家拢过甲足欢喜的。推高仪，有做这种戏，即个布袋戏啊，啥物货，这拢是较早期的一寡民间的一寡戏台，咧表演的物件，慢慢已经就要失传去啊。带头的里长过去是美术老师，甲美术带入社区。伊讲早前也无电视的时代，推高戏伫南部真时行。不过时代改变，这项技艺愈来愈稀微，为着要传承，里长特别去找老师学搬戏，才去倒来社区教时代，嘛结合文化局的社区营造计划，甲在地故事透过优惠推高戏舞蹈等方式来展现，互艺术甲文化通更加大吧。嘛有访问因社区家己的故事，有用这网仔来画图，嘛有做侪做趣味的代志，来反映因社区的故事。文化局嘛做鼓励因来做一寡做多元的活动。文化局讲未来继续协助社区，将咱的在地故事转化做艺术创作，提升民众参与的机会。时代指出，这回因配教戏，唔但互因一个舞台表演，嘛互因侪成就感。未来因按算要行入校园推广，用全台语来演出，互后一代更加了解咱本土的文化。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。